好似我咁，次次拍完食片，公仔媽就會返香港噶啦。我自己咧就會再落華強北，再拍多段咁樣嘅。整體個流程來來去去都係咁，可能有時唔係食片就變咗按摩片咁樣啦。而我哋做得播主，近期我先知，原來我哋深圳頻道呢一類拍食片嘅播主咧，叫做吃播。不過真係食好多唔同嘅嘢食，當然啦，深圳嘅嘢食又咁好食喎。但係次次咁食都唔係辦法㗎，點樣可以保住健康呢？今日介紹啲好嘢俾大家。Carrot Cut 呢一個咧係一個啫喱嚟㗎，最簡單嘅就係喺你餐前食嘅時候咧，佢就可以幫你減退66% 嘅脂肪㗎，可以幫你減少澱粉質啦，可以幫你減少呢個脂肪比例啦。佢直情可以將啲啫喱透過好似一個包圍咁嘅形式咧，將呢啲脂肪啊、澱粉質啊排出體外㗎，非常之簡單。我自己咧就食咗2個禮拜啦，效果都真係唔錯。仲有喺萬寧買到啊，超簡單，一開咗咧細細一條㗎咋，好香啲果味㗎，就咁撳佢就擠出嚟㗎啦。餐前食一條就得㗎啦。其實好似我哋平時食啫喱咁，仲好鬼好食嘅，一啲都唔似坊間啲減肥食品咧，好難食噶，非常之犀利。只要餐前食一包咧，就有效阻隔66% 噶啦。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我詳細再話俾大家聽啦。我食咗今餐先啦，而每一日咧食一條就夠噶啦。但係如果大家食放題啊、打邊爐、食大餐之前咧，就可以再食多一條。而 Carrot Cut 嘅味道咧，就好似係啲士多啤梨味咁樣，唔需要用水服噶，就咁當零食食就得噶啦，好好食噶。早前都有第三方檢測機構報道過啊，Carrot Cut 咧係有效抑制升糖達70% 咁高啊，仲獲評級為最安全嘅等級啊，仲要喺萬寧買得到，安全功效都係最好嘅推薦。而 Carrot Cut Jelly 呢一樣嘢有乜嘢咁特別呢？佢係透過一個吸油海綿嘅技術，形成纖維網包裹式吸油啊！你食完呢一個啫喱之後啊，佢就係一個超強嘅吸附力，喺你嘅腸道入邊將澱粉啦、油脂啦、糖分啦包埋晒一齊，再排出體外。最重要係唔會影響你食物入邊嘅營養吸收噶。可以方便你減少吸入熱量，咁就可以更加易瘦啦，唔會咁易肥啊！而家一盒入邊足足有14包噶，佢嘅年份又超長，而家如果做特價呢，可以買多幾盒擺定喺屋企添啊！而佢最犀利嘅就係你餐前食一條咋，足足可以阻隔到66% 嘅澱粉吸收。無論你係食澱粉、油脂、熱量、甜食，全部都可以阻隔66% 添啊！以一碗白飯為例啊，只係約有1/3嘅熱量會俾身體吸收嘅咋。而呢條啫喱咁厲害，當然係獨有嘅專利產品啦。你其他產品係揾唔到咁厲害噶。而我而家拍片嘅時間呢，大約就食咗2個禮拜啦。的而且確，我係冇改變自己嘅日常嘅，都真係瘦咗2-3磅噶，唔係講少啊！如果你哋成日睇 YouTube 嘅話，都可能會見過其他 YouTuber 推薦過佢哋，因為 Carrot Cut 絕對係全港最多 YouTuber 介紹嘅減肥產品，真係信心嘅保證嚟噶。如果大家想減肥嘅效果更加顯著嘅話，可以買埋佢個姊妹產品，叫做 Slimpo 啊，瞓覺之前食一包就得噶啦。瞓覺嘅時候一樣可以幫你瘦啊！最緊要一盒入邊有成30包，食足1個月噶，入邊都係就咁可以擺落個口就食就得噶啦。